老友記，你係咪試過早晨想起身，偏偏腰部好似哨死咗咁，要撐住床頭，慢慢磨先起到身？嗰種硬崩崩嘅感覺，唔係肌肉酸痛咁簡單，係成條脊椎好似俾人灌咗膠水，每喐一寸都要同身體談判。或者夜晚明明好攰，個腦已經叫緊收工，但對腳酸到擺邊都唔係，好似有千軍萬蟻喺骨頭入面行軍，眼光光望住天花板等天光。呢種情況唔係偶爾一次半次，係晚晚都係咁。你開始驚半夜想去廁所，因為一落床嗰下條腰可能就扯住痛，你驚自己企唔穩。你更驚嘅係呢種日子究竟幾時先到盡頭？好多人話呢啲係老咗係咁噶啦。我今日要同你講呢句說話，係呢個世上最惡毒嘅安慰，係毒藥嚟嘅。點解？因為佢要你認命，要你放棄探究身體發出嘅信號。你知唔知呢份酸痛唔係咩退行性病變咁簡單，更加唔係你年紀大機器壞嘅必然結果。呢份酸痛係你全身上下嘅血管同神經喺度發緊炎，係一個系統性嘅警報。你嘅身體唔係壞咗，佢係喺度大聲求救，只係你聽唔明佢嘅語言，仲用一句老咗就係咁嚟打發佢。我20歲嗰年，因為一場感染雙腿，從此唔再聽我使喚，坐咗喺輪椅上面超過半個世紀。你話痛，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咩叫神經痛。你話瞓唔着，我試過無數個夜晚喺醫院病床上面望住光管嗰種慘白，但正係因為咁，我先至發咗癲咁去研究人體嘅學問，由哲學到醫學，由易經到神經科學。我發現咗一個好諷刺嘅真相：人世間好多人嘅痛苦唔係源於疾病本身，而係源於對疾病嘅誤解同拖延。你一直以為自己係腰椎退化，一直以為自己係年紀大神經敏感，結果呢，你不斷食止痛藥，不斷搽藥膏，不斷同人講自己老咗唔中用。你知唔知？你每講一次呢啲說話，你身體裏面嗰啲發炎因子就會更加活躍。你唔係喺度描述事實，你係喺度落緊詛咒俾自己。慢性發炎呢4個字，好多人聽過，但從來冇認真對待過。我簡單啲講你聽，你試想像一下，你屋企嗰啲水管用咗幾十年內壁開始生鏽，啲鏽跡越積越厚，水管越嚟越窄，水壓越嚟越高，終於有一日唔係呢度滲，水就係嗰度包喉，你嘅血管一樣啫。當你長期食得太油太甜，當你長年累月唔喐動，當你嘅情緒長期處於怨氣沖天嘅狀態，你嘅血管內壁就會積聚大量嘅氧化垃圾，呢啲垃圾觸發咗你免疫系統嘅警報，於是免疫細胞就長期喺度打仗。呢場仗一打，唔單止殺死啲壞細胞，連你附近嗰啲好嘅神經線、關節軟組織都一齊遭殃。所以你個膊頭痛、膝頭痛、腰痛，歸根究底，好大機會就係呢啲系統性嘅炎症喺度作怪。仲未講到最攞命嗰樣，點解你會失眠？點解你明明好攰，但一瞓低個腦就開始行馬燈？因為你身體裏面嗰啲發炎因子，例如白細胞介素同腫瘤壞死因子，係可以穿過血腦屏障，直接影響你個大腦㗎。大腦裏面有個部門叫下丘腦，呢度管理嘅睡眠同警覺。當呢啲發炎因子走入嚟，你個大腦就會誤判，佢以為你身體而家受到細菌攻擊，處於一場大戰當中。既然打仗，點可以熄燈瞓覺？於是佢就會強制將你嘅神經系統維持喺一個警戒狀態。你個腦成晚都喺度接收住危險信號，你又點會瞓得着？就算你好唔容易瞓着咗，都係好淺層嘅睡眠，冇辦法進入深層修復。所以你第2日起身，啲肌肉酸痛唔單止冇好過，仲嚴重咗，因為你成晚都冇辦法清除肌肉裏面嘅乳酸同代謝廢物。
呢個就係一個惡性循環，發炎導致失眠，失眠再加劇發炎。你唔去打斷呢個循環，食幾多安眠藥都係治標唔治本。安眠藥只係麻醉你個腦，但麻醉唔到你嗰啲發炎嘅血管同神經，你只會越食越懵，越食越呆滯，然後身體嘅警報系統因為俾你強行熄滅，嗰啲發炎就越積越犀利，直到有一日唔係中風就係心肌梗塞。你以為係忽然間嘅事，其實係你咁多年嚟一直忽略身體求救嘅必然結果。我哋活喺香港呢個城市，節奏太快，信息太雜亂，公立醫院排期睇個風濕科，隨時要等2、3年，你等得起，但你嘅尊嚴等唔起，你嘅神經線等唔起，等到你終於見到醫生嗰日，可能你已經由初期嘅慢性發炎惡化到關節變形，或者心血管嚴重阻塞。嗰陣時就唔係飲杯茶可以解決嘅問題，而係要食成世降血壓藥、降膽固醇藥，甚至要做通波仔手術。你諗下，你辛辛苦苦儲落嗰啲錢，唔係用嚟享受人生，唔係用嚟去多幾個國家睇下呢個世界，而係一筆又一筆咁送俾醫療體系，呢啲咪叫冤枉錢咯。使咗錢都未必買得返健康，仲要連累身邊嘅人。講到連累，我先至要同你講幾句好現實嘅說話。你可以話我刻薄，但呢啲係人性，你必定要面對。你試下諗，當你日日夜夜都喺度身痛，當你行又行唔到去廁所，要人扶，每隔半個鐘就因為身體唔舒服而要打斷成個家庭嘅生活節奏。初頭仔女一定會孝順，一定會好有耐性咁照顧你，因為佢哋愛你呢個毋庸置疑。但係你要明白，久病床前無孝子呢句古老說話流傳咗咁多年，唔係冇道理嘅。仔女有自己嘅工作壓力，有自己嘅家庭要照顧，有自己嘅仔女要教養，佢哋嘅精神同體力都係有限嘅。你話唔想連累人，但你嘅身體如果一直咁發炎落去，你就一定會變成全家嘅情緒黑洞。試問一個負能量爆棚、長期俾病痛折磨嘅老人家，同一個雖然年紀大，但係精神奕奕、行得走得，仲可以同孫仔女一齊去公園玩嘅老人家，邊個更加受歡迎？你唔使答我，你自己心裏面有數。如果你身體跨咗，仔女嘅孝順係有極限嘅。呢個極限唔係佢哋唔愛你，而係人都係追求輕鬆同快樂嘅動物。長期嘅照顧壓力係會磨滅所有情感㗎。所以我想你記住一句話：保重自己先至係對子女最大嘅慈悲。你唔好以為你為佢哋做牛做馬，慳埋嗰少少錢就係愛你錯啦。你保持身心健康，唔使佢哋擔心，唔使佢哋負擔，等佢哋見到你嘅時候係感受到溫暖同力量，而唔係沉重同無力。呢樣先至係你留俾佢哋最大嘅遺產。調翻轉頭，從我呢個坐咗輪椅幾十年嘅人嘅角度去睇，你就會明白我冇辦法企起身，呢個係改變唔到嘅事實。但我可以透過調理身體內部，令到我坐喺度都精神爽利，思路清晰。我80幾歲人仲可以寫專欄，仲可以同你拍片，你以為係奇蹟？其實唔係，係我比任何人都在意身體內部嘅炎症，控制我條脊椎受損，但我嘅血管冇生鏽，呢個就係關鍵。如果你好彩，你仲有雙腳，你仲行得，你點可以任由自己嘅血管生鏽，任由發炎吞噬你嘅晚年生活？咁到底點樣先可以唔使花冤枉錢，又可以有效咁清走呢啲血管裡面嘅垃圾，將呢個慢性發炎嘅勢頭遏制住？我話俾你聽，唔使去揾咩昂貴嘅保健品，更加唔使信嗰啲鼓吹你買幾萬蚊一張床褥或者磁石手鏈嘅騙局。智慧呢，好多時候就喺你身邊最平凡嘅事物當中，
我今日要推介俾你嘅係一杯好平價嘅茶，但係呢杯茶嘅配方，每一個成分嘅背後都有好硬核嘅科學道理。你唔係喺度飲緊安慰劑，你係喺度幫你嘅身體進行一場大掃除，一場由內到外嘅消炎行動。呢杯茶我幫佢改咗個名，叫清炎症平價茶。材料好簡單，你去藥材鋪執3樣嘢：3錢陳皮、3錢乾生山楂、3錢熟缺。名字就係咁多，但係你要聽清楚我以下講嘅嘢，因為點樣揀材料、點樣煲、幾時飲，呢啲細節決定成敗。首先講陳皮，記住一定要係3度陳皮。乜嘢叫3度？即係3年以上嘅新會陳皮。你唔好貪平走去買嗰啲普通橙皮曬乾，就算嗰啲冇用㗎。3年以上嘅陳皮，佢裏邊嗰啲刺激喉嚨嘅揮發油已經慢慢轉化，變成咗溫和嘅黃酮類化合物。例如川陳皮素呢種物質有強效嘅抗氧化作用，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意思即係話可以令到你啲血液冇咁容易凝固結塊，等血流得順暢啲。中醫叫呢樣做理氣化痰，西醫就叫改善微循環。呢條血管冇咁容易塞，啲炎症反應自然就會減輕。而且陳皮對個脾胃好，脾胃係後天之本，你消化吸收好先至有氣血去打仗。呢個係打緊身體根基嘅第一步。你聞下啲靚陳皮，嗰種香氣係醇厚嘅，唔係嗆鼻嘅。你成日聞個人都會舒暢啲，因為呢啲香氣分子本身就係一種芳香療法，可以舒緩你緊張嘅情緒。然後係乾生山楂，呢個山楂一定要係生嘅，唔係嗰啲零食鋪買到嘅糖漬。山楂更加唔係山楂餅。山楂裡面含有一種好犀利嘅成分，叫山楂酸，仲有金絲桃苷。呢兩樣嘢被現代藥理學證實咗，可以有助擴張冠狀動脈，增加心臟嘅血液供應量。對於降血脂，尤其是降甘油三酯，效果係好明顯嘅。你記唔記得我頭先講嘅血管生鏽論？嗰啲血脂膽固醇就係鐵鏽，而生山楂就係一個溫柔嘅除鏽劑。佢唔會一下子好猛烈咁剷走晒啲嘢，而係慢慢幫你溶解嗰啲初期硬化嘅斑塊。特別係對於嗰啲飲食偏油膩、曾意食肥豬肉雞皮嘅老友記，山楂可以話係你血管嘅清道夫。但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提醒，如果你本身胃酸過多或者有胃潰瘍嘅歷史，山楂就要小心用，最好問下中醫師，因為佢嘅酸性會刺激胃壁。呢個係科學，唔係我亂噏24。食得啱先叫補，食唔啱就係毒。仲有熟決明子，點解一定要熟生？決明子係寒涼嘅，好多人飲咗會肚波、會頭暈，但係炒熟咗之後，佢嘅寒性就會大幅減低，保留咗佢潤腸通便同清肝明目嘅功效。你諗下，你啲腸道如果成日宿便堆積，嗰啲毒素霉氣就會經過腸壁吸收翻入血液，醫學上叫腸漏症候群。呢啲毒素進入血液循環，又係另一個觸發全身慢性發炎嘅根源。所以呢，保持大便通暢，唔單止係為咗舒服，更加係切斷咗一個發炎嘅重要源頭。熟決明子就可以幫你做到呢點，佢唔會好似瀉藥咁令到你肚痛，而係好溫和咁令到你第二朝嘅排便過程順暢好多，腸道乾淨，血液就乾淨，血液乾淨，你嗰啲關節同神經就唔使成日浸喺毒水裡面，佢哋自然就唔會再亂響警報。講完原料，我要同你講操作，呢個係最關鍵嘅。好多人明明執啱咗藥，但方法錯咗，等白做。呢個清炎症平價茶點樣煲？你攞一個普通嘅保溫壺，千祈唔好用嗰啲塑膠嘢，將3錢陳皮、3錢乾生山楂、3錢熟決明子，總共9錢嘅材料，用凍滾水沖洗一下，然後放入保溫壺，沖入500毫升嘅滾水，
記住係100度滾水，然後冚蓋焗20分鐘。呢個過程唔係煲，係焗。點解要焗？因為呢啲材料唔係樹根樹皮，唔需要長期熬煮，反而會破壞山楂裡面嘅維生素同部分活性酶。用焗嘅方法可以慢慢逼出藥材嘅有效成分，又唔會太過破壞佢哋。焗完20分鐘之後，你倒出嚟嗰杯茶呈現一個琥珀色，聞落去有陳皮嘅清香，山楂嘅微酸決明子，嗰陣穀物嘅焦香。呢個就係一杯好靚嘅養生茶。飲用時間我要你校定鬧鐘，每日下午3點到5點之間飲。呢個係有學問嘅。朝頭早起身，人嘅血壓通常會有一個高峰，而且胃腸空虛飲山楂茶可能會太刺激。晚上飲，因為有利尿作用，你本身就已經瞓得唔好。如果夜晚屙夜尿，你嘅睡眠就會更加碎片化，得不償失。而申時即係下午3點到5點，係膀胱經當令嘅時候，身體嘅新陳代謝同水分排泄處於一個最活躍嘅階段。呢個時候飲呢杯茶可以順勢而為，借助身體自然嘅節律，將血液同腸道裡面嘅廢物通過尿液同糞便加速排出體外。你可以喺午睡醒咗之後，慢慢飲呢杯茶，一路飲一路聽下歌或者睇下書。你係喺度享受緊一個養生嘅儀式，而唔係喺度食緊藥。呢個心態嘅轉變好重要。飲呢杯茶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呢個係專業嘅避坑指南，你一定要聽真。第一，孕婦唔飲得，因為山楂有收縮子宮嘅作用。雖然你未必係孕婦，但你屋企可能有後生女，你要提醒佢哋。第二，如果你正在食緊阿司匹林或者其他抗凝血藥，即係薄血丸，山楂同陳皮都有輕微嘅抗凝血作用，加埋一齊可能會增加出血風險。你一定要問過你嘅主診醫生，唔好自己亂嚟。第三，如果你本身血糖低或者脾胃虛寒，到一食少少生冷嘢就頭暈作嘔，你呢杯茶就要飯後飲，同埋個份量要減半，即係每樣材料變做1錢半，慢慢試下身體反應先。呢個世上冇一種藥方係適合所有人嘅，一定要根據自己嘅體質去調整。我教你嘅係一個通則，但你要學識聽自己身體嘅說話。呢個就係智慧飲茶，只係第一步。你想晚年有尊嚴，唔想連累仔女，你需要做嘅係一個全方位嘅生活調整。我經常同人講，好多病都係生活習慣病，你唔改變你嗰啲生活漏洞，飲幾多茶都係只係喺度救火，永遠做唔到防火。所以我今日要同你講，除咗呢杯茶，老友記，你每日必須做嘅3件事，呢3件事嘅威力隨時勁過你食補品。第一件事，15分鐘熱水浸腳，呢個係我認為係全世界性價比最高嘅養生法。你知唔知人老咗啲氣血好多時候都係集中喺個頭上，所以好容易高血壓、腦充血、失眠。而你對腳呢，因為離心臟最遠，血液回流嘅力量好弱，成日都係凍冰冰嘅，一凍血管就收縮，一收縮血液回流就更加困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你只需要每晚臨瞓前準備一盆熱水，水溫大概係40到45度，即係你擺隻手落去覺得好暖，但唔會辣親。浸過腳眼，最好浸到小腿，浸15分鐘，唔使多。你會感覺到乜嘢？一股暖流由腳底慢慢升上嚟，你個頭嗰種脹住嘅感覺會慢慢減輕，你啲腳部嘅血管因為熱力而擴張，成個血液循環嘅重心就會向下移，心臟同大腦嘅壓力即刻細咗。呢個就係引血下行嘅基本原理。呢15分鐘唔單止係物理上嘅放鬆，更加係一個心理上嘅儀式，代表你今日嘅勞碌結束咗，你準備進入休息狀態。呢個係最平
最冇副作用嘅安眠藥。好多人去揾安眠藥食，佢哋唔知道自己只係爭咗呢盤熱水。第二件事比熱水浸腳更加難，但威力更加巨大，就係戒掉你啲哀怨，話你唔好睇小呢樣嘢。你成日同朋友講，唉，我老啦，冇用噶啦，仔女都唔理我啦，周身骨痛等死啦。你以為你只係抒發情緒，但根據心理神經免疫學嘅研究，你嘅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說話都會透過神經系統同內分泌系統直接影響你身體內部嘅化學環境。當你不停釋放負面情緒嘅時候，你嘅大腦就會命令腎上腺分泌皮質醇。呢種壓力荷爾蒙長時間維持高水平嘅話，會直接抑制你嘅免疫系統，令到你嗰啲淋巴細胞冇咁活躍，同時仲會增加促炎細胞因子嘅釋放。即係話你越怨你身體裏面嗰場仗就越打得激烈，你啲發炎就越難好。呢個唔係迷信，唔係話咩磁場氣場，呢個係實實在在嘅生理反應。你怨一句仔女，你嘅膝頭就痛多一啲；你鬧一句社會，你條腰就扯得更緊。所以我成日同自己講，既然坐咗喺輪椅上面改變唔到，我就唔會再花1秒鐘嘅心力去怨，我只會去諗點樣解決問題，點樣令到我僅有嘅身體機能運作得更加好。老友記，你要學識沉默是金。唔開心嘅時候去睇一盞笑片，去公園望下啲花花草草，深呼吸，望住個天，唔好開口埋口，就係嗰啲負面說話，你嘅血管同關節會多謝你。第三件事，你更加可能覺得我做唔到，但我一定要叫你做，就係學會自私。我講嘅自私唔係叫你唔理人，而係叫你每日留1個鐘頭俾自己。你有冇發現，你好多時候嘅壓力並唔係來自於你自己，而係嚟自於你太過將自己嘅價值建立喺照顧其他人身上。你要幫仔女湊孫，你要幫手煮飯，你要擔心。呢個擔心嗰個結果呢，你成日嘅時間同精神都消耗晒喺其他人嘅需求上面，你完全冇咗自己。你以為咁樣係偉大，其實你係喺度消耗緊你僅餘嘅生命能量。你需要1個鐘頭，呢1個鐘頭係神聖不可侵犯嘅，你可以用嚟乜都唔做，就係坐喺度發白日夢。你可以用嚟慢慢散步，感受下自己嘅呼吸同腳步。你可以用嚟睇一本你曾意嘅書，聽一段你曾意嘅音樂，甚至係好專心咁去浸我頭先講嗰盤熱水。呢1個鐘頭係用嚟修復你嘅精神，精神放鬆咗，你個身體嗰個負責修復同消化嘅副交感神經系統先至可以開工。如果你成日都係處於一個備戰狀態，你個身體就永遠只係喺度消耗，冇機會修復。呢個就係點解好多好勤力照顧屋企人嘅老友記反而身體最差，因為佢哋冇留到能量俾自己。你保重自己唔係自私，而係一種智慧。一個身心都乾枯晒嘅人係冇辦法持續輸出愛俾人嘅。你首先要令到自己開心同健康，你嘅開心同健康先至係對成個家庭最大嘅貢獻。你諗真啲，係咪咁嘅道理？當你開始實踐呢3樣嘢，配合埋下午嗰杯平價茶，你身體內部嗰個發炎嘅環境就會開始慢慢逆轉。你唔會一夜之間就好返晒，但你會發現朝頭早起身條腰嗰種受死嘅感覺好似輕咗少少，夜晚嗰種酸到唔知點，擺腳嘅頻率好似冇咁密。呢啲就係身體喺度話俾你聽，你嘅方向係啱嘅。好多人問我，你成日話要保持心境開朗，唔好怨天尤人，但係個現實就係咁難，身體咁唔舒服，仔女又真係好少返嚟睇你。你點樣說服到自己唔怨我？話俾你聽，我嘅方法好簡單，但好難做到，就係永遠記住一句說話：
呢個世界上面冇人有欠你，包括你嘅仔女，佢哋嚟到呢個世界唔係為咗完成你嘅期望，更加唔係你嘅附屬品，佢哋係獨立嘅生命。你帶佢哋嚟呢個世界養育佢哋係你嘅責任，係你同生命之間嘅一個契約，而唔係一個買賣。你唔係買咗一份保險，你唔係做緊一個定期存款，你唔可以用一種投資回報嘅心態去對待佢哋。你一有呢種心態，你就會開始計算，一計算你就會失望，一失望怨氣就出嚟，怨氣一出關係就會破裂，呢個係一個死胡同。你試下換一個角度，當你見到你嘅仔女喺社會上面做緊一個有用嘅人，佢哋有自己嘅事業，有自己嘅家庭，佢哋好忙，忙到冇時間打電話俾你，你會覺得被忽略，但你都可以覺得好驕傲。點解？因為你成功咗，你成功咗培育一個可以獨立生存、對社會有貢獻嘅人。呢個就係你做父母最大嘅成就。你唔需要佢哋日日陪住你，你只需要知道佢哋過得好，而你都要令到自己過得好。呢個先係一個正向嘅循環。你想佢哋翻嚟探你，唔應該係因為責任，更加唔應該係因為你可憐，而應該係因為你呢度有一種好溫暖、好放鬆嘅磁力。佢哋翻到嚟覺得好舒服，好俾到佢哋能量，而唔係一入門口就聽到你喺度呻、喺度鬧、喺度話呢度痛嗰度痛，咁樣嘅環境，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都唔會想留多一秒。所以身體嘅消炎同情感嘅消炎係要同步進行嘅。你唔能夠只係飲杯茶，但係個心仲喺度冤緊，咁樣啲茶嘅效果會大打折扣。呢個唔係玄學，我同你講過，皮質醇同發炎因子係有直接關聯嘅。你嘅情緒影響喺你身體嘅化學環境。你想身體好，你必須要放過自己，放過你嘅仔女，放過呢個世界。呢個放過唔係消極嘅認輸，而係一種好高級嘅人生智慧，係你睇通睇透之後嘅一種豁達。我哋嚟到呢個世界幾十年光景，其實眨下眼就過你好多執着嘅嘢，到最後你會發現都係虛幻嘅。唯一真實嘅就係你當下嘅感受，你當下係平靜嘅，你當下係健康嘅，你當下係自由嘅，呢啲先至係你真正擁有嘅嘢。你唔好等到失去咗先行去珍惜，更加唔好等到身體真係完全垮咗先至去後悔。點解當初要咁樣糟蹋自己？講返呢杯清炎症平價茶，我仲想補充一個好重要嘅細節。你飲嘅時候唔好急，要慢慢咁飲，一小啖一小啖，等啲茶水喺口腔裏面留一陣，同你嘅口水充分混合。口水裏面有好多消化酶，呢啲酶可以幫助分解同吸收藥材裏面嘅有效成分，同埋慢慢飲。呢個動作本身就係一種冥想，一種正念練習。你專注喺嗰杯茶嘅溫度、香氣、味道，你嘅心神就唔會再亂咁跑，唔會再喺度諗緊過去嗰啲唔開心嘅事，或者將來嗰啲未發生嘅擔憂。你係真正咁活喺呢一刻，呢個就係所有養生法嘅最高境界。養生最終係養呢一刻嘅心神。仲有樣嘢，你唔好期望飲咗幾日就會脫胎換骨，冇可能。呢個世上冇仙丹。你身體裏面嗰啲血管生鏽係你用咗幾十年時間累積翻嚟嘅，你要清除佢哋都要俾啲耐性。你要將呢杯茶變成你生活嘅一部分，變成一個好似起身刷牙洗面咁嘅習慣。你要持之以恆，1個月、3個月、半年，慢慢你就會察覺到嗰啲微妙嘅變化。可能你以前每個星期都會有幾日頭痛欲裂，而家發覺個頻率少咗。可能以前你行2層樓梯，隻腳就酸軟到不得了，而家行4層都仲有力氣。呢啲就係身體喺度回報緊你嘅努力。
你要相信你身體嘅自愈能力，佢係好強大嘅。只不過之前你一直用錯誤嘅生活方式同錯誤嘅心態去打壓佢。只要你俾翻一個好嘅環境佢就會自己開工幫你修理翻好。咁我哋而家再深入少少，從更宏觀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點解現代社會咁多人受慢性發炎困擾？尤其係香港呢度面，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時代背景。你知唔知我哋嗰一代人經歷過戰爭，經歷過難民潮，經歷過經濟騰飛，我哋嘅身體裏面刻住一種生存嘅焦慮。我哋習慣咗乜嘢都要快，乜嘢都要慳，食飯要快，所以成日食啲快餐或者係嗰啲高油高鹽高糖嘅嘢，因為呢啲嘢可以最快補充體力同埋滿足味蕾，做嘢要搏。所以長年累月都係處於一個壓力狀態，唔識得放鬆。到咗而家退休，表面上好似冇壓力，但係嗰種焦慮已經內化咗，成為咗一種性格，一種不自覺嘅緊張，成日擔心仔女，擔心將來，擔心醫療，擔心住屋。呢種長期嘅低度焦慮就係一個最好嘅發炎溫床。你加上退休之後活動量大幅減少，新陳代謝減慢，以前食落去嘅嘢而家冇機會消耗，就變成垃圾積喺血管度。所以你而家嘅身體狀況唔單止係你自己嘅問題，更加係呢個時代喺你身上面留低嘅印記。但係我哋唔可以將責任全部推俾時代，因為咁樣冇意思。時代只係一個大環境，但係選擇點樣生活始終係你嘅自由意志。你可以選擇繼續食嗰啲油膩嘢，你可以選擇繼續坐喺梳化度唔喐，你可以選擇繼續怨天尤人，你都可以選擇由今日開始飲呢杯平價茶，浸下熱水腳，出去公園行下，同埋最重要嘅笑多啲，你知道嗎？笑係一個好強效嘅天然消炎藥。你大笑嘅時候，你身體會釋放安多酚，呢種物質可以減輕痛楚，仲可以抑制發炎因子嘅產生。呢個係有好多科學研究支持嘅。所以你話要點樣開始？我話好簡單，由睇一身周星馳嘅舊戲開始，又聽翻一首許冠傑嘅歌開始，揾翻嗰啲令到你開懷大笑嘅嘢，放低嗰啲令到你愁眉苦臉嘅新聞。呢個世界永遠都有問題，永遠都有唔如意嘅地方，但係你可以揀你嘅注意力放喺邊度，你嘅能量就會流向邊度。你關注快樂，你就會更快樂；你關注健康，你就會更健康。呢個唔係阿 Q 精神，呢個係宇宙嘅法則，係易經裏面講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最後我想同你講一個我親身經歷嘅故事。你知我20歲就坐輪椅，當時我喺醫院，有個護士同我講：後生仔，你真係唔好彩，以後你嘅人生就係咁噶啦。你諗下，如果我聽咗佢呢句說話，我信咗佢，我仲會唔會有今日嘅？我就係唔信，我就要證明一個人，就算佢嘅身體被限制咗，佢嘅精神都可以無限自由。我去讀書，我去寫作，我去揸車，我去旅行，我甚至代表香港去參加運動會。我經歷過嘅困難，身體上嘅痛苦唔會比你少，但我選擇唔將焦點放喺嗰啲痛苦上面，我選擇去睇呢個世界美好嘅地方，去感受生命嘅可能性。我咁樣做唔係為咗叻俾人睇，而係為咗對得住我僅有嘅呢一次生命。你嘅情況比我好太多太多，你有一雙可以行路嘅腳，你有一個相對自由嘅生活，你點可以俾啲慢性發炎打低你？唔好再同我講你老咗唔得，你只要仲有一口氣，你就可以改變。由今日起，由呢一杯茶開始，修復你身體嘅主權，守護你晚年嘅尊嚴。如果你正受酸痛、失眠折磨，我想你喺下面評論區打一個加油嘅手勢，唔係為咗我，
係為咗你自己，為咗所有同你一樣喺度努力緊嘅。老友記，我哋成個社區嘅老友一齊互相監督、互相鼓勵，你唔係孤單嘅。今日放低手機就去藥材鋪買齊你3樣材料，幾蚊雞嘅嘢，就係你向健康生活致敬嘅第一步。我呢度冇神仙水，冇靈丹妙藥，更加唔會教你一朝發達嘅秘訣。我只有我用咗大半世人喺輪椅上面領悟翻嚟嘅最實用、最紮實嘅晚年生存指南。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或者你覺得身邊有需要嘅朋友，請你訂閱呢個頻道，分享出去，我哋一齊行好呢段尊嚴路，唔好等，聽日唔好等，下個禮拜就係而家，行動最實際，照顧好自己先係大智慧，活得有尊嚴先係真富貴。記住我今日同你講嘅嘢，唔好再將自己嘅身體交俾運氣，或者交俾一粒止痛藥，你要自己做返自己健康嘅主人。我哋下一集繼續傾，繼續學，繼續一齊進步，一路順風。下次見。